嗱，而家50萬一套，100萬咧可以買2套。咁呢套單位咧89平方可以做到3房，而且全棟 LDK 嘅戶型嗱，廚房、餐廳、客廳。嗱，佢呢度咧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佢窗外嘅景觀啦。哇！嗱，俾過你呢個景觀，賣你50萬一套，係咪啊？去邊度揾啊？喺香港、澳門係咪啊？一個車位嘅價錢都買唔到啦，而且仲要係咁正嘅一個單位。嗱，每間房咧都係睇到唔同嘅景觀，咁有2間房咧都係可以睇到山景、別墅景嘅。咁咧第2間房咧亦都係哇超級無敵正嘅湖景啊，係咪啊？買你50萬，而且呢度咧講緊返港珠澳大橋咧只需要30分鐘，而且呢度嘅話20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市區啦。咁呢度嘅樓下巴士咧已經係直通車。去送你返港珠澳大橋，咁咧呢度嘅商業體咧已經係全部開業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呢度咧50萬一套，100萬2套，你可以將2套一齊打通，哇！咁你個廳咧就係無敵大啊！感興趣嘅，我發地址俾你啦。